長腿索妹愛極速，短裙揸重型鐵馬爆紅。Hello， 我是飄飄。冇錯，佢就係型到爆嘅長腿女騎士飄飄啦，一對長腿火辣嘅身材，難怪佢着短裙揸杜卡迪重型電單車嘅相一鋪上網，即刻俾網友瘋傳啦，仲猛咁話咁樣揸車太犯規啦。台灣蘋果日報就揾到呢一位紅爆嘅長腿妹妹，原來平日中意着迷你裙嘅佢，勁叻揸杜卡迪飛車嘅感覺。不過佢只係揸咗1年咋。佢身材纖瘦，但係挑戰重成425公斤嘅本田重型電單車 Goldwing， 完全冇難度啊！佢仲係第一個揸呢一款本田旗艦級巡航電單車嘅台灣女車手添啊！感受係舒服。依然單身嘅飄飄話要做佢男朋友，首要嘅條件係唔好阻止佢揸車，咁簡單，小心狂風浪蝶湧埋嚟啊！飄飄。